创艺术公司，这个负责人林茂东甲彭瑞芳8月底因为讲诈骗领钱，红判重刑。即摆检察官阁查出着案外案，讲这个林茂东红乌食乌。诈骗集团甲林茂东翁仔某骗讲，有一大笔的欧洲的资金，要做伙投资着花莲塔的 BOT 的案件，要求两翁仔某身付定金340万，阁邀请因到花莲县的前县长布坤基的厝来食饭。想袂到过1-2年，发现这是空头公司，才知影互骗去咯。布坤基是背回讲，无这个代志哦。根本都唔捌遐个人，嘛无来家厝内底食过饭。都有附证书的哦。第8期大方送出关键高档，高雄天创国际艺术公司和政府总统卢秀莲合影拍广告。想袂到被查出公司拢是假货，共骗超过3亿，其中的负责人林茂东阁互查出案外案。北面的媒体领传媒指出，自从1000年一个姓廖的查甫人骗讲家己是香港的石油大头家，手顶有上亿的欧洲资金，准备要到花莲投资 BOT 案。骗讲要伫花莲台下骹起博物馆，希望和股东商合作展出。不过，特行计划有变卦，要求林茂东成立340万的保证金，佮邀请2个人到前花莲县长布坤基引导来食饭，增加可信度。想要到签约过1-2档，也是无动作。查落才发现讲，这个姓廖的查甫人公司根本就无合法的登记，才知影互骗。是讲向指控牵涉其中的花莲县长布坤基是以书面来回应，讲到厝内食饭这件代志完全是假，根本是黑白乱讲。佮讲伊无熟悉这个人，嘛无食饭这件代志，将会保留法律的追诉权。不过林茂东才因为诈骗去互法院当判，如今被乌食乌变成受害者。遭嫌细料的查甫人钱款的自己走去互通缉，也被互抓到。规件诈骗案到底真相是啥？佮需要检方继续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